日約咗朋友喺荃灣，咁呢度就荃灣公園啦。咁呢度就係如心酒店。咁隔離呢有間中式嘅餐廳。楊屋道街市呢最出名就係買海鮮。咁隔離有 City Walk 全新天地1、2期，如心酒店、如心廣場，行前啲就有間中式餐廳啦。呢度就係如心嘅辦公室，咁對面呢有伊洋，行遠啲就有荃灣廣場。行條橋過去呢，就係如心廣場2期，咁有靠得住都經常都有嚟食嘅，咁食粥啊麵啊，佢有啲小菜嘅。咁呢間咖啡店呢都好出名嘅，呢間就係我今日要嚟食嘅民樂園啦。咁佢有點心啊、炒粉麵同埋啲小菜嘅。咁我睇一啲網評啊或者食評呢都話 OK 嘅呢間，咁啊試下。咁可以訂台，民樂園可以喺如心酒店隔離啫，所以好方便。1947年開，咁啊全部都係卡位。頭先睇到門口超多人啦，咁好在有訂台，不過就限時90分鐘。咁呢度就係餐廳入邊嘅環境啦，咁佢又唔係好大環境，咁好忙碌。咁睇下餐牌有咩食。飲完茶之後呢，就上咗樓上呢間 Parkside 飲咖啡。咁佢門口呢，就可以淨係飲咖啡、食蛋糕。